颱風沙德爾喺橫過沖繩之後，受到海溫較低同埋垂直風切變嘅影響，強度已經逐漸減弱，而路徑亦都開始轉向西南移動。雖然沙德爾嘅環流相當廣闊，但係中心風眼結構並唔顯著。而喺台灣方面，氣象部門預計會喺聽日即係27號清晨發布海上颱風警報，而聽日至到星期五就係沙德爾最接近台灣嘅時候，屆時將會為當地帶嚟惡劣嘅天氣，強風大雨亦都漸轉明顯。隨後沙德爾會繼續橫過東海，並喺27號夜間至28號上晝喺浙江象山至福建連江一帶沿海登陸。登陸後將會深入內陸並逐漸減弱，但受到佢外圍下沉氣流影響，本週後期華南地區天氣將轉為天晴酷熱。預計星期五香港市區最高氣溫會上升至33度左右，咁市民就要留意酷熱天氣同埋殘餘雲帶帶嚟嘅驟雨。而呢一集嘅速報就係咁多，下次見。